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4月2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伊朗，聊聊中东，聊聊波斯局势。今天是美以对伊朗进行混合治疗的第61天，也是哈梅内伊升天的第61天，也是哈梅内尔穆杰塔巴音信全无、人间蒸发的第61天。这个波斯的局势已经肉眼可见，伊朗扛不住了。为什么这么说？首先是昨天特朗普和一众高官，什么卢比奥、万斯、豪克塞斯在战情室召开会议，是吧？研究伊朗递交的最新的一版这个和谈的框架，应该这么说。谈完之后，特朗普本人好像没有太多的表态，但是美国白宫官员已经释放出很多信息。你比如说，这个卢比奥阴沉着脸从这个战情室出来，就接受了媒体采访，针对伊朗提出的3个阶段谈判前提条件，公开表明美国的态度。霍尔木斯海峡绝不允许伊朗控制或收费。这个伊朗人把这个和平谈判分成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霍尔木斯海峡通行，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停火，是吧？第3个阶段才谈核协议。美国媒体传出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满意伊朗新方案的消息，原因据称是该方案未涉及特朗普最关注的伊朗核计划，而将优先事项放在推动霍尔木斯海峡重新开放，促使美国解除封锁上。而卢比奥说，如果德黑兰不达成协议，将面对非同寻常的力度的制裁，就是更大力度的制裁。根据《华尔街日报》28日报道，特朗普及其国家安全团队27日讨论了伊朗的新方案。美国官员称，虽然特朗普没有断然拒绝，但他对伊朗是否真诚行事以及是否愿意满足他的关键要求表达了疑虑。特朗普的关键要求是伊朗停止铀浓缩活动，并承诺永不制造核武器。熟悉讨论情况的一名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特朗普不满意这个方案。这个特朗普28日在其社交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伊朗方面向其表示正处于接近崩溃的状态，并希望美国尽快恢复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特朗普在帖文中写道，伊朗刚刚告诉我们，他们正陷入崩溃状态，在解决其领导层问题的同时，希望我们尽快打开霍尔木斯海峡。特朗普还在括号中补充道，说相信伊朗能够处理好其内部领导层问题。据法新社报道说，特朗普并未说明伊朗是通过何种方式传达上述信息。目前伊朗方面和白宫均未对此做出回应。根据媒体报道说，特朗普最近对他的一位顾问说伊朗领导人只听得懂炸弹的声音。这个和咱们经常说的一样，这个伊朗只听得懂大耳光子，你扇得越猛越容易达成协议。特朗普现在才明白，说伊朗人只听得懂炸弹的声音，你这样一停火，你跟他谈判，那就陷入了一场泥潭。所以说，很多美国官员告诉阿克西奥斯媒体说，他们担心美国会被卷入一场无战争、无协议的冻结冲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不得不将部队部署在该地区长达数月，霍尔木斯海峡将持续关闭，美国将维持封锁，双方都在等待对方先让步或先动手。美国现在走3个航母战斗群在中东，那一天得多少钱？人吃马喝的。据说第4艘航母战斗群又在派往中东，实际上是美国的成本也不小，那双方这么耗。根据《纽约时报》的说法，说在特朗普的战情室，美国的内部辩论已经公开上演。有一些政府官员认为，特朗普应该接受伊朗提出的协议，因为重新开放海峡才是实际目标，而新一轮的轰炸无论如何也无法迫使伊朗做出不愿意让步的那些让步。而其他的官员警告说在没有核进展情况下接受这个协议，将破坏整个战争的既定目标，并让伊朗获得一场干净的政治胜利。还有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对记者说高级会议已经决定战争将再次爆发。他说，特朗普已经认定伊斯兰革命卫队目前已经掌控了权力，谈判已无可能。他将按兵不动，直到查理一世国王国事访问结束。我倒是觉得这个美国官员说的是有道理的，就是伊朗的强硬派，伊朗革命卫队实际上掌控了伊朗的权力，那么你任何谈判是没有意义的。你跟川西专的谈得再好，最终也没有办法落实执行。
卢比奥他还在接受媒体的时候，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基本上就相当于伊朗试图用来对付全世界的经济核武器。如果让这些人掌握了核武器，他们就会挟持整个地区。卢比奥还称，目前对伊朗的制裁力度非同寻常，对伊朗的压力也非同寻常。他认为还可以再加大制裁力度。显然，这个卢比奥对伊朗问题上是更加强硬，这个跟万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还是知情人士28日向美国媒体披露说，由于特朗普不满意伊朗提出的新谈判方案，伊朗可能会在接下来几天内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交一份调整版方案。了解斡旋进程的知情人士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28日结束了对俄罗斯的访问后，将返回德黑兰，预计他将向伊朗领导层汇报情况，并进行磋商。报道说，巴基斯坦预计几天内收到伊朗提出的调整版方案，但情况随时可能发生变化，最终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伊朗方面会否提出一份美方更易接受的方案。那这是美国媒体说的。那根据巴基斯坦方面怎么说，对吧？这中间人巴基斯坦方面说，伊朗将在未来几天内提交一份修订后的提案，以结束这场战争。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表示不会接受当前版本的提案。这个说明什么问题？这个特朗普说了，这伊朗人只听得懂炸弹的声音，这个又是一种极限施压。也不管怎么说，你根据媒体报道，伊朗从刚开始的否认双方在谈判，矢口否认要复仇，要打到底，到后面扭扭捏捏承认在谈判，说美方提交了报告，伊朗方面在审查美国的这些方案，好像美方是下级给上级打了报告，伊朗这边在审阅。到现在显然是伊朗追着美国开始一版又一版的改方案，真把特朗普绷不住了，要动手掀桌子，所以才是实际情况。从美伊刚开始谈判我就说了，实际上伊朗就跪了，已经跪了，他只是要向伊朗国内的谈判们表现一种强硬，谁苦谁自己知道，鞋子适合不适合只有脚知道。伊朗现在国内什么个情况，伊朗那穿西装的是最清楚，还能扛多少天，不跪也得跪。所以说现在伊朗这种急赤白咧的心急火燎的要找美国谈，一版又一版的接着改，一个是极限博弈，也想把时间撑得更长，一个也是害怕这个特朗普绷不住了，极限试探呢，在走钢丝。我们看看伊朗国内他在搞什么，玩什么花招。首先是伊朗的这个强硬派，伊朗军方发言人28日说战事并未结束，当前局势仍定性为战争状态，则这个巴基斯坦作为调解人缺乏公信力，总是顾及特朗普利益，对美国言听计从。所以你说巴基斯坦冤不冤吧？这个雷扎伊他说，巴基斯坦是我们友好而良好的邻国，但他不是进行谈判的合适中间人，也没有充当中间人所需的信誉。他们总是考虑特朗普的利益，不会违背美国人的意愿说任何话。例如，他们不愿意对全世界说美国最初接受了巴基斯坦的提议，但后来食言而肥。他们也不会说美国人在黎巴嫩问题或被冻结资产上有过承诺，但并未兑现。中间人必须保持中立，而不是总是偏向一方。这个伊朗人拉不出屎，终于怪地球了，把矛头一指，说对吧？都赖你，就是你巴基斯坦，你没有这个实力，你也没有这个信誉，没有公信力，没有这个金刚钻，就不应该揽这个瓷器活。你来调解斡旋，你总是站在特朗普一方，帮特朗普说话，帮特朗普打压伊朗，不帮伊朗说话。所以阿拉格齐跑到莫斯科去了，找正义联盟大哥去了。正义联盟大哥也试探一下，看看正义联盟大哥能不能站出来斡旋，找美国的聊聊。阿拉格齐去就是干这事的，看看正义联盟大哥你看现在让巴基斯坦我被他骗了，巴基斯坦明显是倒向美国的，能不能你出面跟特朗普打个电话，看看以后有没有可能俄罗斯来充当调解人。阿拉格齐在俄罗斯的访问大家都看到了，大哥对三弟这个英勇的表现是给予了肯定，说伊朗人民反对美国的这种欺凌，保护自身的权益，很令这个大哥感动。大哥要维护三弟的权益，大概说的就这个意思，寒暄了几句。大哥也表示了，俄伊双边关系没有终点站，只有加油站，俄伊合作无上限。
这个阿拉格齐听完之后，心里就哇凉哇凉的。你就把这5000年的智慧用到6000年的这个伊朗头上，阿拉格齐就知道咋回事了，心里有数了。所以转头还是去抱着这个巴基斯坦大腿，还是托巴基斯坦给美国传话，对吧？不行，我再改一版，看看特朗普能不能再给个机会。你指着正义联盟大哥去传话，大哥说了，维护伊朗的权益，就希望伊朗你打下去，你接着打。这个为什么这么说？这个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接受印度第一邮报采访时，他说，而我方就是俄罗斯始终愿意为调解这一极其尖锐的国际局势提供协助。他只是提供协助，也就是他旁敲侧击在旁边提供个帮助，你别指望着我去调解不了。这个普京接见这个阿拉格齐的时候，还带了俄罗斯对外军事情报总局，就是格鲁乌的局长科斯契科夫。那为什么会晤的时候要带这个军事情报总局的局长？实际上就是让这个俄罗斯的对外军事情报总局向阿拉格齐汇报，或者叫分享情报。什么情报？就是美国和以色列马上对伊朗要进行新的一轮打击。眼下这已经，你回去赶紧做准备，就还在这谈啥？有什么好谈的？马上要干战了。这个俄罗斯联邦安全委员会近期发表声明，警告称，美国和以色列可能正利用停火协议重整旗鼓，准备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或新一轮战争。所以我说，阿拉格齐跑到莫斯科去访问，那纯粹就是耽误时间，就是自取其辱。俄罗斯的安全委员会秘书绍伊古跟佩泽西奇扬是吧？两人签的俄伊什么战略合作伙伴什么的同盟协议，已经说明了双方是叫各怀鬼胎，互相算计，不可能组成一个战时的一个同盟。你伊朗人送上门找俄罗斯找普京，那只能会被他利用，对吧？又变成普京和特朗普博弈的时候一个筹码，用来出卖的。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当地时间4月28日援引美方官员消息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助手准备对伊朗实施长期封锁，旨在迫使伊朗做出核让步。美方官员称，在近期的会议，包括4月26日战情时的一次讨论中，特朗普选择继续通过阻止进出伊朗港口的航运来挤压其经济和石油出口。评估认为，其他选择恢复轰炸或从冲突中抽身，都比维持封锁风险更大。而这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他在向福克斯新闻网表示，德黑兰的最新提议比我们预想的要好，但仍存在一些疑问。什么疑问？也就是特朗普和美国人他搞不清楚提交的人，就是提交伊朗这个议案的这一方是否有权做出这一提议的权限，提议的真实性以及究竟意味着什么。卢比奥表示，必须确保达成的任何协议都能够彻底阻止德黑兰在任何时候迅速研发核武器。也就是特朗普他们应该意识到了，你跟伊朗人打交道，你现在在谈什么？谈这有没有意义啊？就跟你谈的这些人他有没有权利？谈完了之后什么都好，什么都行，回去之后执行不了，或者你谈了半天人家回去还要请示，你这不就是耽误时间吗？也就是说来说去，就是特朗普现在搞不清楚伊朗内部到底谁掌权，谁说了算，谁未来有可能2-3个月之内他能掌权，能说了算。也就是伊朗现在一言九鼎，一锤定音的人到底是谁？现在没有，未来有没有？美国官员已警告其盟友，他们可能不得不发起地面行动，以夺取伊朗的哈尔克岛。我认为最毒的计划实际上是夺取哈尔克岛。有很多人觉得美军也夺岛就会死很多人，会那样，实际上不是，夺岛肯定会死人，但死不了多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夺岛比封锁更好。大家知道特朗普这也挺狠的，他把伊朗港口一封锁，伊朗的石油他就会爆仓，对吧？你别管他是今天爆还是明天爆，还是说预估十天以后爆，但是他肯定要爆仓，爆仓给伊朗的石油工业会造成不可逆的损害。但是这个是个慢慢的一个过程，而且这个会导致什么？导致美国会遭遇一个输入型通胀。因为一旦说你的时间可控2个月，那资本市场无所谓，能消化。但如果你这个期限不确定，那资本市场就会出现波动。实际上我们说的就是美国输入通胀和伊朗崩溃之间比拼，看谁速度更快，看谁能扛得住。这实际上不管怎么说，我认为是一个叫伤敌1千
自损800。对特朗普来说，还有一个你这么大的一个庞大的舰队在那儿围堵，在阿拉伯海上阿曼湾那么大的地方玩捉迷藏，伊朗出来一个船，你就上去，你派飞机、派军舰过去拦、喊话、检查，这个成本也不小。那为什么我说夺哈尔科岛才是叫毒丸计划呢？因为伊朗90%的原油最终都要到哈尔科岛上，从那儿装上船出口。你只要把那个终端一占，把那个岛一占，这就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你美国就控制了人家石油，你油可以源源不断卖出去，而且还不受限制。这是美国的，或者是美国让谁来接手，专门卖这个油，还不受制裁。这个钱你可以到一个什么美国控制的一个公共账户上，既可以做军费，也可以做什么未来伊朗的这么一个重建基金，或者类似什么，反正总之你把伊朗的命脉给掌握了。而伊朗人他还不得不生产，因为伊朗人考虑到权衡利益之后，虽然油生产出来卖的钱他控制不了，但是他不得不维持一个最低限度的生产，因为那个油井它不能停，一停那油井就废了，不可逆的伤害。所以他现在每天400万桶，他已经减到这个极限啊，压到150万桶，他得生产。你这边美军控制了这个终端，现在控制了自来水龙头，反正你随时去卖。伊朗人还不得不给你打工，生产完了之后你把钱一控制。最主要的是你向这个世界的原油市场又供应了这么原油，是不是减少了原油的波动，是不是减少了对美国的输入通胀，而你才可以长期围困下去。伊朗你不答应我就1年2年3年5年，你有什么脾气？这个才叫毒丸计划。这是我认为的。你现在封堵，你让伊朗的油一滴都出不来，是对伊朗打击很大，压力很大。但是那你世界上减少了供应，油价的波动，伊朗的哈尔科岛像储油罐都已经灌满了，你知道多少万桶吗？它管道里面流动的有多少万桶，都可以抽出来卖。所以说攻占哈尔科岛才是长久之计，才是真正的不在乎拖延时间，你拖得越长，伊朗越惨，而美国没什么损失。这不还有一个阿联酋现在出状况了，阿联酋宣布退出俄派克和俄派克加2个石油生产国组织。声明称阿联酋将于5月1日，也就是后天，他就退出了，这将帮助该国应对不断变化的需求。声明还说，阿联酋将逐步提高石油产量。阿联酋能源大臣在被问及是否与沙特阿拉伯进行过磋商时，做出这一决定前未直接与任何人协商，这是在仔细审视我们在能源领域、石油部门及其他相关战略后做出的决定。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之后，导致了一个最大的恶果，就是俄派克和俄派克加崩盘。大家都知道，这俄派克和俄派克加实际上就是一个石油输出国组织，他们相当于产油国联手来控制油价太便宜了，他们就少生产点；油价如果太贵了，油太贵了也伤害经济，也是不好的，所以他们就多生产一点，这样平稳油价，控制油价。俄派克它属于配额，就是俄派克成员国哪个国家每年生产多少油，它是配额制，就这么一个搞法。但是在过去这些国家能勉强捏到一起，因为每个国家有自己特殊情况，都有自己的各种各样的原因。俄派克和俄派克加都是沙特是主要的这个发起国，应该这么说。俄派克加是沙特加俄罗斯，还有其他的一些组织，阿联酋也在。俄派克是沙特、阿联酋还有伊拉克这些。加是什么意思？加在俄派克的基础上加了一圈人，加了俄罗斯什么一大堆国家。好了，这个阿联酋的人，你这退群，2个群我都退，不跟你们玩了，我自己决定生产多少。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产业国并没有加入什么俄派克组织啊。阿联酋退出，那作为一个世界上产油大国，实际上就标志着俄派克、俄派克加崩盘，对伊朗的打击那是非常大的。伊朗是本来想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造成油价上涨，结果你阿联酋一退出俄派克，完了之后你开始闭着眼生产了。阿联酋说了，我要为世界油价做出贡献，就平抑这个油价，我要提高产能，哪儿缺油我就玩命生产。那伊朗就说了，打破了我的计划，我本来是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让油价上涨，让特朗普屈服的，结果好嘛，你玩命生产，你还扩产。第二个，你这一扩产，美国是在封锁我的石油，你这一扩产，你不就是抢伊朗的客户吗？大家你想一想，是不是在抢伊朗的客户？阿联酋好像那个王子是不是前不久不是到大国访问吗？你这么一想，发现一切都能对得上。伊朗卖给大国的油
现在已经被美国给堵上了，美国在那儿围追堵截，所以油轮出不来。那伊朗它那石油大部分是卖给大国的，你这一堵，大国没油了，是不是这个逻辑？大国从伊朗的油没了。这回阿联酋这人，你现在才知道阿联酋为什么10几年前跑到大国去了，那肯定是撬客户去了，跟大国说你不用担心，你这个缺的油我给你补上，价格一样。那大国一看，那这个谁卖不是卖，对不对？是吧？大哥跟三弟那之间的都是做生意，很有可能阿联酋去大国访问，实际上就是撬伊朗的客户了。你看现在伊朗的油又运不过来了，不是被美国人封锁了吗？我们的油可以源源不断运过来。阿联酋的石油开采成本比伊朗要低，比俄罗斯更低，所以很有可能它的原油价格还比较实惠。现在都是在抢市场、抢大客户啊，所以伊朗就怒了。伊朗在阿联酋宣布退出欧佩克后，立即对其发出威胁。德黑兰方面迅速做出强烈反应。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议员叫霍德里安指责阿联酋与美国勾结，企图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并警告称，在未来任何冲突中，阿联酋都将遭受惨痛教训。所以阿联酋现在这个做法，一是吧，会导致油价平稳甚至下降，这个不利于伊朗的利益。第二个，还直接撬伊朗的客户，那就直接在卡伊朗的脖子。所以说伊朗说你阿联酋是在配合美国打击我，下一次我就重点报复你。阿联酋此举加大了对这条生命线的压力，同时展现了其独立于石油垄断集团之外的姿态。所以伊朗的神棍怒不可遏，而阿联酋的举动正中他们的要害。实际上阿联酋石油产能是非常大的，他投了很多钱，但是由于受俄派克和这俄派克加的限制啊，它的配额一直不够，配额不够，也就是它产能很多都是闲置的，不能满产。那正好趁这个机会，人家可顾不了这么多了。关于中东的局势，关于伊朗还能扛多长时间，我们密切关注。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